各位好，今日由我世紀21宇田地產 David 為大家介紹一個鄰近大埔市中心嘅樓盤。而家睇個樓盤係大埔嘅翠屏花園，呢個係一個放租嘅單位嚟嘅。我哋睇個實用面積係262尺，係一房一廳嘅設計嚟嘅。好，咁而家入屋，先望咗下右手邊嘅廚房先啦。咁啊，廚房位已經預留咗，可以擺到個洗衣機，仲可以預留位擺個雪櫃嘅。咁一個雙透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。好，我哋望埋隔離嘅浴室。咁啊，浴室採用一個企缸式嘅設計。廁所都闊落，唔細，企理。跟住我哋望埋呢個一個大廳啦。廳呢係採用一房一個長廳嘅設計嚟嘅，同埋廳嗰邊窗嘅景觀都非常之多，採光度夠高，非常之開揚。同埋翠屏花園就鄰近巴士總站，往來唔同地方都交通非常之方便。咁啊，大埔翠屏花園呢，就鄰近呢個超級城啦、戲院啦，咁基本上食肆又多，基本上食嘢購物一應俱全，娛樂都非常方便，鄰近戲院。咁我而家睇埋個房間啦，房間有兩個窗，非常之通透開揚。兩個窗開埋咧就好通風，好通爽。如果大家對於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聯絡我哋世紀21宇田地產。多謝。